對於有展蟲多次混入展會企圖違法銷售商品，貿促局同埋展貿協會表示，正係考慮唔俾嚟澳參展嘅海外同埋內地展商進行銷售活動。另外亦都會邀請消委會、海關同埋經濟局等多個部門喺會場內設立諮詢專櫃。李立祥報道。對於有展蟲多次進入本澳嘅展會進行非法嘅銷售活動，當局表示已經登記有關人士嘅身份資料。有啲參展商，譬如話有啲組團機構，可能最後一日尾2日啦，就提前走，或者佢哋就佔用人哋展位，或者咧分租人哋展位，呢個唔係俾主辦方認可嘅參展商，叫展蟲。為咗杜絕展蟲，當局正考慮只係容許來澳參展嘅海外或者國內參展商喺展場裏面進行展示活動，其他銷售活動一律禁止。澳門本土登記嘅企業，我哋呢樣嘢就係可以核實佢個身份。未來日子裏邊嚟緊嘢，如果譬如話有海外嘅或者國內嘅參展商係透過一樣嘢，就係要嚟支持澳門嗰方面嗰個會展經貿發展嘅。咁如果譬如話佢係純粹係參加展覽活動嘅，我哋係唔容許佢哋喺佢個展覽攤位裏邊去銷售嘅。貿促局表示，當局高度關注問題，未來除咗配合經濟局、海關等加強巡查之外，亦都會邀請消委會設立諮詢專櫃。月前有10幾位市民投訴喺 MIF 買到劣質同懷疑係假嘅參茸藥材，涉及約6萬元。之後當局證實有人趁展會臨近尾聲混入場內冒認展商，並且進行銷售活動。當局仲話喺下一屆舉辦 MIF 嘅時候，會更加強調銷售區同純展示區。另外又呼籲喺會展買嘢嘅人要注意貨品嘅質量，避免受騙。